即马开放现场 call in。今仔日就讨论到这，即马要开放现场，阮的 call in 专线，你若唔知影，你唔是市中的，根本无资格 call in。阮节目要做互内行人听的，call in的时，请注意，有几项共同的禁忌。禁止伫 call in 中演讲，除非你是出名的人，袂使做人身攻击，除非攻击咱讨厌的人，甲主题无关系，唔通讲。若学了主持人，无算离题伤远，嘛莫画非理性的口号。爱国的口号当然真理性。阁有一点提醒，请卡咱的 call in 专线，当然唔是公开的迄个号码。伫 call in 进前，先听一首歌，大家来 call in。